其實咧好樂見到咧跨境醫療嘅服務咧，其實過去幾年一路都係個覆蓋面係增長嘅，包括我哋經常關心嗰個長者醫療券啦、非緊急呢一個跨境救護車啦，同埋病人記錄嗰個互通嘅。咁我喺呢一方面咧，想問一問未來咧，其實我哋政策嚇兩邊，譬如香港同內地咧，有冇啲可以互補到嘅情況？舉個例子啦，我哋香港個公營醫療嗰個負荷咧，的確好重嘅，而且我哋亦都咧面對嗰個醫療收費嗰個加價，我哋醫管局嗰個家庭醫學門診咧已經加到150蚊，專科門診加到250蚊，藥費係另計嘅。但係睇一睇我哋支援粵港澳大灣區醫院管理局病人先導計劃咧，嗰個嘅金額咧係冇變嘅，仍然維持翻喺100蚊嘅呢個人民幣嗰個收費。所以喺度睇到咧嗰個情況就係如果有一啲係經常往來香港內地嘅居民，又或者佢哋覺得香港嗰個醫療費比較貴嘅話，其實會唔會政府喺呢一方面再做多啲宣傳？因為其實你哋都呢一個服務咧喺舊年係延長咗嗰個計劃嘅。其實內地嗰個服務水平亦都好好，而呢個收費咧100蚊收費都好合理。即係未來呢一方面會唔會互補，或者可能鼓勵多啲市民去參與呢個計劃，甚至乎係擴展到其他大灣區嘅醫療機構呢？因為而家淨係港大深圳醫院。第二方面就係政府喺2023年嘅施政報告咧，係曾經提出過喺合適嘅大灣區醫療機構策略採購醫療服務嘅，例如去採購佢哋一啲放射診斷等等啦，舒緩翻我哋本港嗰個醫院嗰個壓力啦。最新有冇一個落實嘅時間表？第三啦，就係咧，當局亦都曾經講過咧，唔會將一啲嘅醫療服務嘅主體責任轉移到其他城市嘅，亦都考慮到跨境醫療措施對其他城市嘅資源同埋市民嘅影響。但係睇翻今年3月咧，廣東省衛健委咧係公布咗喺25間試點醫院試行呢個國際醫療服務，以國際醫療技術嘅標準服務流程去提供俾港澳台外籍人士使用嘅。呢個亦都涵蓋咗我哋港大深圳醫院。咁我想問下嚟緊究竟我哋有啲乜嘢嘅技術要支援？例如我哋要用呢個國際醫療服務呢，因為佢係容許到保險付款嘅。咁呢一方面，譬如我哋當局會唔會又同我哋嘅保險業界去了解呢個情況，點樣去配合同埋令到呢個服務係可以真係涵蓋到我哋香港呢？我哋一路都強調啦，特區政府咧無意將我哋對本地居民嗰個醫療服務呢個責任咧係移去其他嘅城市嘅，因為呢個係我哋自己嘅服務嘅一個主體嘅責任嚟嘅。不過我哋喺呢個跨境醫療度咧，我哋係希望優勢互補，係喺好多嘅方面，特別係好似人才啊，以至到我哋譬如引進咗國家嘅呢啲咁嘅中風啊、空洞中心呢啲標準咧，以至到醫院評審認證咧，可以提升嗰個醫療質素啊，為我哋病人提供更好嘅服務。跨境嘅服務入邊咧，其實主要個目的係想提供個方便俾某啲病人，佢可能喺大灣區入邊生活，以至到可能係佢哋考慮到個輪候時間會短少少，一啲輕症佢可能會考慮去到使用上邊嘅服務嘅。你提到個國際醫療服務呢個呢，25間呢個係廣東省嘅政策。其實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咧不嬲都有呢個國際醫療部嘅，叫 International Medical Centre， 簡稱叫 IMC。咁不嬲咧都係可以有保險嘅國際嘅保險機構咧，可以做到直付嘅。個別嘅香港嘅一啲嘅保險咧，其實亦都係可以喺大灣區入邊使用，包括咗港大深圳醫院呢個服務嘅。不過喺呢方面呢，嗰個國際醫院評審認證啊，就係一個重要嘅一點啦。因為好多嘅國際醫療保險呢，係需要你有醫院認證、國際認可嘅醫院認證呢，先能夠會做到個付款嘅。咁所以推廣呢個國家標準嘅認證呢，會為未來呢啲醫院能夠得到呢啲國際嘅醫療保險嘅付費，特別係直付呢，會有一個幫助喺度。至於你提到嘅跨境採購個服務啦，特別係影像服務啦，就我哋一路都仲喺度研究緊嘅。針對到嗰個影像服務咧，牽涉到嗰個質量，以至到簽署報告嘅嗰個專業人士，佢喺內地同香港咧係有唔同嘅制度認可嘅。我哋而家係考慮緊呢一方面嘅情況，去到從而係確定咧，到底呢個如果採購嘅服務咧，能唔能夠符合到我哋香港嘅對醫療服務個監管？